海保署伫小琉球甲台东发现2只海龟有受伤，所以经过治疗，这2只海龟伫今仔日已经成功野放。算起来，海保署是自109年成立到今，这个救援团队已经成功野放约200只的海龟、海猪甲海洋。 2只海龟大大白往大海前进，找伊透早，后壁乌是真热烈。这2只原本受伤海龟是海保救援团队将因送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治疗，加在即马复原啊，海保署决定伫后壁乌来野放。今天所野放的这2只绿蜥龟。 有一只呢，在我们这个观光大饭店住了7个月，有一只住了3个月。那今天成功的野放，大家看了都非常的感动。希望他们能够回家。其实，伫海龟是台湾客山数量上侪海龟，找伊野放的这2只，有1只是伫屏东发现，伊的身躯拢互鱼网低调的；另外1只是伫台东互鱼船掠到。找伊野放现场有真侪贵宾，包括副总统赖清德，大家做伙祝福2只海龟会当平安。 登去大海生活。我们对于海洋生物的救援行动是有政府出面，公私协力，有计划的在进行救援工作，有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。台湾是一个文明的社会，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。 为着保护海洋野生动物，海保署甲相关单位伫109年组成海保救援网，成立到今，团队已经成功野放22只海猪、海洋甲251只海龟，希望大家会当重视海洋的保育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